唔知你覺唔覺咧？人年紀越大咧，就會越驚青。其實喺2000年咧，我啱啱入電視台咧，嗰陣時係18歲卜卜脆，作為全台最細嘅節目主持人，第一次主持大型嘅節目，台下坐住幾千個人。唔知係咪嗰陣時咧，因為初生牛犢不怕苦啦。我上台之後，當我見到啲觀眾個個都靜英英咁樣望住我，哇，一啲驚嘅感覺都冇嘅，我反而覺得好興奮、好開心。咁而家20幾年過去啦，我已經係進入咗一個不惑之年。按照正常道理嚟講，好似咁嘅年紀嘅人咧，應該對世事啊、對人生啊有咗更加清晰嘅認知啦。我哋係唔應該再出現啲困惑啊、迷惘啊咁樣嘅情況嘅。但係你知唔知呢？偏偏就喺3個月前，我爭啲就因為驚青冇咗個工作機會。咁冚世界都知道，其實我係個電視台主持人嚟噶嘛。電視台製作節目呢，我哋係分工好明確嘅。作為一個主持人，我只需要關注舞台上面發生咩情況，剩低落嚟啲嘢我會交俾其他同事。但係你知唔知呢？直播綜藝 show 佢係完全同電視台嘅節目係兩種唔同嘅工作邏輯嘅。主持人除咗要關注翻舞台上嘅情況之外啦，你仲要關注直播嘅數據啦，你要深度去參與拉人數啦、拉停留啦，再加上嗰個節目啲嘉賓全部都係一線嘅演員啦、藝人啊，我都唔係咁熟嘅，咁所以我成個人咧係好緊張、好驚，嗰種強大嘅壓力令到我嗰段時間喐下就會胃痛啦、頭痛啦、失眠啦，甚至乎有陣時咧心率唔正常，成個人好痛苦，就好似一條橡筋咁樣俾人掹得好行。咁跟住我實在有一日頂唔順，我同同事講，我話不如我哋算數啦。但係同事同我講，佢話你冇得算噶喎，大佬，人哋已經定晒人咯，你而家嚟撻 Q，你冇得減噶。咁點算呢？唯有頂硬上噶。咁跟住喺直播前嘅嗰個鐘，佢哋官方嘅賬號咧就發咗啲寓意嘅視頻。咁跟住我又留意翻嗰個短視頻下邊啲評論區咧，幾乎一半以上都係質疑我啦。其實我睇完之後，我個心入邊係好唔舒服，但係冇辦法，1個鐘之後我就要開播，所以我唔可以俾呢啲評論去影響到我嘅情緒，我只能夠頂硬上，做好自己，一步一個腳印，1期、2期、3期，慢慢我發現，咦，唔係喎，評論區咧亦都慢慢向好嘅方向發展咯，越嚟越多嘅朋友仔咧係中意我啦、撐我啦，咁所以喺度咧我都非常之感恩所有喺呢個過程當中幫助過我同埋支持我嘅咁多位朋友。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個例子咧，唔係話呢個工作有幾咁辛苦，我只不過想同大家分享，每一個人喺自己嘅人生道路上咧，總係會遇到啲唔同嘅困難啦，同埋挑戰。咁但係當佢發生嘅時候，如果你因為驚你唔去做，咁你永遠都冇辦法去踏出嗰一步。驚同前進真係可以同時發生嘅，而真真正正嘅勇敢咧，係可以允許自己，即使係驚到騰騰震都好，仍然可以咁淡定定咁樣講出。Hello， 大家好，我係毛毛，我又嚟啦。